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2025年的3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9篇，以西结书17章第1节到第10节，罗马书第2章12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心未定。以西结书17章的经文当中有比喻2只老鹰，柏香树以及葡萄树，这是古代寓言修辞的一种用法。在这里呢，2只老鹰所比喻的是当代的2个大的国家权势，就是埃及以及巴比伦。当然，柏香树以及葡萄树就是预表犹大国。我们看到犹大国国王西底家的举棋不定，从第一只的他对这个第一只鹰巴比伦的不满，因而他想要亲近第2只鹰埃及，结果呢却招致灭国。以西结书的比喻说他是被连根拔起，就是犹大国的被掳。以西结书17章第1节到第10节经文这样说道：上主对我说话，他说，必朽的人啊，你要对以色列说一个比喻，让他们明白我至高的上帝要向他们说的话。有一只大老鹰，翅膀大，羽毛丰满又美丽，它展开翅膀，飞到黎巴嫩的山上，啄断香柏树的幼嫩尖端，把它带到商业中心，生意兴隆的城市。然后呢，他把以色列出产的一棵树苗移植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上，那里有足够的水使它生长。这棵树发芽生长，成了一棵低矮向四面伸展的葡萄树。它的枝子伸向老鹰，树根深深扎下，成为枝叶蔓延的葡萄树。另有一只大老鹰，也有一对巨大的翅膀，羽毛丰满。这棵葡萄树把根和枝子都伸向这只老鹰，想从它得到比果园更丰富的水源。其实这棵葡萄树早已栽种在肥沃多水的园子里，有足够的条件使它生枝结果，成为品种优良的葡萄树。于是我至高的上主问：这棵葡萄树能长大茂盛吗？难道第一只老鹰不会把它连根拔起，摘光葡萄，打断枝子，使它枯干吗？用不着强大的国家也能够轻易的把它连根拔除。是的，它果然被栽种了，但是它能够长大茂盛吗？它能够经得起东风的袭击吗？不会在那园子里面枯萎吗？当人们遇到了困境艰难，总是难免会产生心情不定，没有把握，失去信心。这个时候我们应当要如何呢？圣经教导以色列人以及基督徒应当要顺从上帝的法律，要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并愿意跟随他的带领。特别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、领受上帝诫命的人，因为我们不像那一些未信者，他们不懂得上帝的诫命，因此若是违反上帝的诫命，也是情有可原了哈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些身为选民的后裔啊、犹大人啊、
或是基督徒应该是责无旁贷，要来遵行上帝的诫命而行，免得呢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呢，就受到刑罚。罗马书第2章12节到16节，保罗他提醒了罗马教会的基督徒，他说外邦人没有摩西的律法，他们犯罪就不在法律下灭亡。犹太人有法律，他们犯罪当然就要按照法律受审判，因为上帝宣判为无罪的不是单听法律的人，而是实行法律的人。外邦人没有法律，但是当他们本着天性做了合乎律法的事，他们就是自己的法律。虽然他们没有法律，他们的行为显明了法律的要求是写在他们的心里的，他们的良知也证明了这是对的，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候谴责自己，有时候为自己辩护，所以按照我所传的福音，上帝在末日要借着基督耶稣针对人心中的隐秘实行审判。是的，既然我们基督徒已经领受了上帝的救恩，并接受明白上帝的诫命，就必要遵行他的命令，不要像西底家王一样，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不满意，就失去信心，就变心，就不听上帝的话语，而自己去找解决的办法帮忙，脚踏两条船。我们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心，要紧紧地跟随上帝的引导，勇往直前。就如同一首台语圣诗的歌词写道：我的信心若是未定，他要牵我的手；如果魔鬼将要赢，他要牵我的手。我的爱心若是变冷了，他要牵我的手。因为我的心不坚定，他必牵我手。耶稣时刻引导我，他要牵我手，因为他有疼惜我，他必牵我手。耶稣看我为宝贝，他要牵我手，他必要领我到底，他必牵我手。这首歌的副歌这样写道：他必牵我手，他必牵我手，他必牵我，因为耶稣爱我至极，他必牵我手。哎呀，西底家王就是没有唱过这首圣诗，不然的话他就不会举棋不定，失去信心，而最终却使得上帝所赐给他的国家被连根拔起，被掳，失去家园。这个家园就是被应许被赐福之地。诗篇39篇，我说过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我不让我的舌头犯罪，作恶的人在我的面前，我要闭口不言，我寂寞不发一言，连好话也不出口，但是我的痛苦更加剧烈，我心里充满焦虑，我越沉思越觉得不安，禁不住发问：上主啊，我的寿命多长？我几时才会死？求你指示我的终局几时来到？你使我的生命那么短促，在你的眼中，我一生的岁月几乎等于零。个人的生命不过像一口气息，人生如泡影，一切操劳都是虚空。他累积财富，却不知道要归谁享受。主啊，我还能够盼望什么？
我只有仰望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容许愚蠢人嘲笑我。我要缄默不发一言，因为你是使我这样受苦，使我不再受责罚。你的责打已经使我奄奄一息，你用责备来惩罚人的罪，像蛀虫侵蚀他所喜爱的一切。是的，人生只不过是像一口气罢了。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我哭求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。我是你的客人，跟列祖一样，只不过是过路的旅客。求你宽容我，让我在去不返之前有一点快乐。求主帮助我们坚定信心，艰辛的跟随，不动摇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